后来大家出国游览有摕过用手写的登机证无？有旅客来分享，讲伊临时要为日本的大分机场返来台湾，就紧急来购买3点前后要起飞的机票。结果地勤人员予伊的就是用手写的登机证，予伊感觉真神奇。旅游专家讲，可能是因为规模较小的机场系统无连接到国际线设备，只好靠这个人工用手写。有青翠云山，有日本上长嘛是上悬的吊桥，这样子的风景得伫9州的大分县。那些温泉、海地港也是出名的景点。是讲有旅客要为大分机场飞登的台湾，也毋过伫上飞轮机进前，缩予伊3无钟。详细看，登机证有明确的起飞甲降落的地点，登机门甲座位嘛拢有写清楚。是讲太唔是印的，是用写的。这感觉就是自己家里乱写，然后带出来的呀。我会觉得我上不了飞机。可能会很担心，就是对方会问我说：“你这机票哪里来的？谁写给你的？”这个旅客分享伫日本大分机场临时订3点前后登来台湾的班机，结果报到的时，地勤人员找无名单，伊就讲家己大概是2点钟前才买机票。过无偌久，对方就摕这张用写的登机证，伊就问讲：“这敢真正会应验？”虽然地勤人员讲会再直接过安检。也毋过后来也是亲身陪同去向安检人员说明，才互旅客顺利通过。出去佚佗，先买机票，摕到登机证才会当上飞轮机。旅游专家分析，虽然即摆拢是用印的，毋过也是会碰到突发的状况，像机场报到的系统各项无法度连线，或者是登机证提早伫台湾影印。若是有旅客临时买机票，小机场的系统无法度连线。安尼得用手写登机证。每间航空呢都有手写登机证的机制，格式不一，存在，但是并不常见。那如果没有条码的登机证呢，通常会遇到一些问题，都会需要航空公司的人员陪同验证才能通过。旅游专家也讲，地勤人员无定时会进行演练，以防万一。这旅客摕手写登机证，心内是真好奇，也毋过也讲这是难忘的经验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